大家好，我叫做 Vanky。正所謂 No WiFi, No Life。各位嚟參與唔同盛事活動嘅訪客，最少有一半未必係本地人。WiFi 何其重要呢？想要全日高速免費 WiFi， 只要有亞博手機 App 再加入埋會員，訪客就可以盡情打卡 post IG 啦。除咗咁簡單嘅 function， 場館上網都要達到專業要求。例如喺亞博館舉行嘅美國大學入學試 SAT， 當佢一轉咗網上考試，由500個考生到每場超過5000人同時網上答題，我哋都能夠保持穩定同流暢嘅網絡。我哋仲集合咗唔同 event 嘅經驗，令場館嘅網絡可以滿足唔同 device 嘅要求，幫考生爭分奪秒完成考試。入 Ivy League 冇難度。我哋對企業客戶都有貼心嘅 service， 好似每年都喺亞博舉行嘅頂級採購盛事環球資源展，主辦方要同時安排過千個攤位，我哋就特別設計咗線上活動服務訂購系統啦。新系統同平時你上網 shopping 差唔多，訂過一次嘅仲可以睇返 record 添。呢個 system 仲可以減輕同事嘅工作量，同埋可以更容易睇到成個 event 所需要嘅物資安排。場館都已經引入咗最新嘅 Generative AI 技術，全面融入同優化內部系統運作。例如管理日常事務嘅 Case Management System， 無論係突發維修或者清潔需求，同事只需要將事件內容講俾 Chatbot， 系統就會自動分配任務俾相關人員即時處理，縮短咗處理流程，提升埋工作效率之餘，仲令場館運作更流暢。嚟緊仲會有更多盛事，我哋對內對外都會 stand by， 有咩 IT 問題就揾我啦。